环视溜。嗨，大家好，是我徐慧老师，大家来学客家话喽！拜托大家一起来。第一句话，我姓徐，我昨天有打电话来预约一个双人房哦。乃相起，相就是姓氏那个姓什么？乃相起，我姓徐，乃丑不逆。丑不逆就是昨天，我昨天有打天发，天发就是电话，來聽一件，來訂一件，一件就是一間，一間什麼呢？雙人房是這麼說的，兩三人嘅房間，兩三人就是兩個人，兩三人兩個人的房間，房間就是房間，會了嗎？他說哦，這樣子啊，那徐小姐，這是你房間的鑰匙，你的房間在3樓，這句話怎麼說呢？起小姐，小姐就是小姐，也係房間嘅鎖匙，鎖匙就是鑰匙，鎖匙念得很好嘛哈，再來，也嘅房間的3樓，3就是3樓就是3樓，會了嗎？哎，我們來聽特別來賓開口說客家話哦，先生。我昨晡日有打電話來訂一間兩三人嘅房間，起手指也係房間嘅鎖匙。哦，安子噻，徐慧老師要來驗收成果喲。你的房間在3樓，怎麼說？我聽了。nhà cái phòng間第3樓，安boy，安子噻，拜拜。